各位觀眾，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，就係陳雲仁兄報料話，原來戴教授呢個佔領中環嘅行動，除咗要化解癱瘓公共秩序呢一招，消除勇武社運之外呢，仲有另外一個不可告人、非常陰險嘅目的，就係中共想利用呢個行動啊，利用呢個方案嚟到搜集香港反共人士嘅資料情報。換句話說啊，報名佔領中環行動嘅10000個義士嘅資料，佢哋嘅認罪書將會落入中共嘅手裏邊，而中共仲可以喺佢哋決志商議嘅過程入邊派人臨場搜集情報，起稱佢哋自容，喺而家到明年7月之間逐個擊破，實行反制。大家需知道啊，所有正常嘅社運都係有10幾個核心成員企出嚟負責任，而其他參與嘅群眾呢，就係自動自發嘅，臨場加入又得，就無需報名，聞風而至，估佢唔到，咁先至可以收到雷霆萬鈞人民戰爭嘅震撼力啊嘛！即係話一方面就唔俾機會獨裁政權乘機反攻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亦都保障參加社運人士嘅私隱同埋安全。戴教授呢個鵪鶉方案啊，就違反晒所有嘅革命原理同埋鬥爭常識，所以又搞笑又危險。我哋唔係話戴教授係共匪嘅無間道，佢可能只不過好心做壞事嘅啫，即係話佢俾人利用擺上台，受人唆擺。咁咩人唆擺佢呢？我哋就可以留意而家緊密圍喺佢身邊嗰班人就好可疑啦。佢哋極可能係民主賣港社團或者集團，想話將參加呢場運動嘅義士嘅名單同埋資料交俾中共做投名狀。所以各位香港同胞要醒目啦，根本就唔需要跟戴教授呢場遊戲規則去做嘅，一於而家就佔領中環。所謂人多好辦事，情況越失控呢，中共同埋港共就越驚青。不過革命需要理論，所以無論佔領中環啊、光復上水啊，或者旺角松江都好呢，都需要，如果要成功的話，都需要有一位真知灼見嘅政治思想家嚟做後盾，做總參謀，咁就萬無一失，唔使俾人賣豬仔啦。以上嘅言論參考咗陳雲先生同埋黎志恒先生喺網上面書嘅討論。多謝收睇，恭祝大家新年平安，龍獅起舞，後會有期，保重。